在当今的社会，许多人把幸福和自由视为遥不可及的理想，认为他们依赖于外在的成就、财富或社会地位。然而，许多活得最舒服、最自由的人，却并不追求这些外部标志。他们的自由来自内心，他们的舒适来自一种与自我、他人以及世界和谐相处的方式。那么，什么样的人才能活得最舒服、最自由呢？我们可以从他们的心态、生活方式、对物质的看法以及他们与他人相处的方式等方面，逐一了解这种自由的真谛。一、真正的自由是内心的解放。许多人误以为外部的环境决定了一个人的自由度，然而，活得最自由的人往往是那些能在外界风云变幻中保持内心宁静的人。他们不受外界评价的束缚，不为社会的标准所左右。真正的自由是从内心的解放开始的。这些人对自己有着清晰的认知，知道自己是谁，知道自己想要什么。他们不再为了他人的期待、眼光或者评价而改变自己。这种从内心出发的自由，让他们在生活中更加自如，不必为外部的标签和框架所困扰。例如，有些人选择离开竞争激烈的都市，过上简单、低调的生活，而不是盲目追求高薪或社会地位，因为他们知道，只有按照内心的需求生活，才能拥有真正的自由。二、活在当下，不被过去与未来拖累。活得最舒服的人，往往懂得活在当下。他们并不对过去的错误和遗憾耿耿于怀，也不被对未来的焦虑所困扰。现代社会的高速运转和信息过载，让许多人容易陷入对过去的反复思考或对未来的过度担忧中，结果反而丧失了对当前生活的感知力和掌控力。活得最自由的人，学会放下对过去的执念，不再让曾经的失败和痛苦拖累自己，他们也不让未来的不确定性成为今天的负担。相反，他们专注于当下，享受生活中的每一刻。这种生活态度让他们能够在忙碌的工作中抽出时间去欣赏一场夕阳，或者品味一杯咖啡，因为他们深知，只有在当下找到满足，才能真正获得自由。三、不依赖物质，追求内心的满足。许多人认为，拥有更多的物质财富就能带来更多的自由。然而，活得最舒服、最自由的人，并不会把物质作为唯一的追求。他们知道，物质财富只是生活的工具，而不是自由的终极目标。追求内心的充实与成长，才是他们真正的自由来源。这类人不一定拥有显赫的地位或巨额的财富，他们可能过住简单甚至朴素的生活，但却拥有比任何富翁都要丰盈的内心。无论是通过旅行、阅读、写作、冥想，还是与朋友的深度交流，他们通过精神层面的追求，不断地提升自我，实现内心的满足。因为他们明白，只有精神世界的丰盈，才能使物质生活的平凡变得富有意义，也才能让人活得更加自由自在。四、与他人的关系是自由的另一种体现。在许多人的观念中，自由往往与孤独、独立相关。然而，活得最舒服、最自由的人，往往能够与他人建立深厚、健康的关系，而这种关系并不是基于依赖或束缚。相反，他们懂得如何在关系中保持自我，又能与他人建立真诚的联系。这种平衡使得他们的人际关系既温暖又自由。他们不会过度依赖别人来定义自己的价值，但也不会故意与他人隔离。相反，他们懂得尊重他人，体谅他人的感受，同时保持自己的独立性。例如，在婚姻或伴侣关系中，他们尊重彼此的独立空间，不试图控制对方；在工作中，他们尊重团队的合作精神，但也能够坚持自己的想法与原则。这样的人际关系不仅能提供情感上的支持，还能让每个人在自由与亲密之间找到平衡。五、生活节奏的把握，从容不迫。
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，许多人都在为了未来而匆忙奔波，往往忽视了生活的真正意义。活得最舒服、最自由的人，通常具有自己的节奏感。他们不会为了迎合社会的时间表而加速自己的步伐，而是根据自己的节奏和步伐前进。他们懂得生活不只是结果，更是过程。例如，一些艺术家或作家可能选择慢慢审淀自己的作品，不急于出名；一些成功的企业家也可能不追求短期内的业绩增长，而是专注于长远的企业文化和价值的积累。无论是哪种方式，他们都有足够的耐心去等待结果，享受当下的每一步，不为匆忙的社会节奏所裹挟。这种节奏感让他们能够在忙碌的工作中保持冷静，去享受与家人和朋友的相处时光，去做自己热爱的事情。他们的从容是源自对生活的深刻理解和智慧，是在纷繁世界中找到的一片宁静。6. 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。在大多数人的生活中，总会有一段时间是在遵循社会或家庭的期望和标准下生活的。活得最舒服、最自由的人，则往往有勇气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，而不被外界的声音所左右。他们知道，只有在选择自己真正热爱的事业或生活方式时，才能感受到真正的满足和自由。这些人可能选择了一条与常规不同的道路，比如放弃稳定的职业，选择做自己喜欢的工作，或是放弃追求传统意义上的成功，去实现自己的独特梦想。这种勇气和坚定，让他们能够在自己的生活中创造独特的自由，而不受世俗评价和压力的束缚。结语：自由是一种生活方式。活得最舒服、最自由的人，是那些能够摆脱外界的桎梏，找到内心平静与自由的人。他们的自由不是逃避现实，而是懂得与世界、他人和自己和谐相处，做出符合自己内心的选择。这种自由并非一蹴而就，而是通过长期的自我觉察、反思与实践，逐步获得的。无论是心态的从容、生活的节奏、与他人的关系，还是对物质的态度，这些都不是简单的行为方式，而是内心深处对自由与舒适的深刻理解和追求。活得最舒服的人，正是在这些看似简单的选择中，找到了自己的自由，而这种自由，是他们活得最舒服、最自在的根本原因。